係，今日多謝你嘅時間，咁同我分享翻你嘅需求啦，同埋就係想法。咁我都理解到有好多嘅現金資產咧，其實都係放喺咗銀行度，作為一個嘅定息安排。咁近期咧，咁個息率上面講，亦都開始終於經過咗3年多4年嘅時間咧，終於都下調啦。咁就所以咧，都會有好多嘅出路咧，你係想尋求緊嘅。咁就 Asset 安城呢個 Maxigo 咧，咁其實都係其中一個工具，我覺得你係可以為下代啦，亦都為社會啦，就可以更加添上一啲嘅色彩嘅。咁我哋睇睇其實佢嗰個工具係點樣嘅。呢個計劃咧就叫專上型加二，專上型加二嘅作風咧，其實就比較穩健嘅，咁冇基金成分，唔需要你作出任何嘅基金管理，咁就希望咧可以藉住呢個嘅現金流咧，可以為你嘅下一代啦，或者甚至乎你自己本身呢筆資產咧，可以有一個更加穩健嘅操作嘅。咁你會見到呢個計劃咧，本身咧有個特色咧，就係等繳嘅，一筆過放入去。咁就立馬咧嗰個基金嗰個現金價值咧就已經係有80%嘅保證現金價值喺度噶啦。咁而呢一個嘅回本期咧更加快到咧係5年，5年之內咧個保證一定回本噶啦。咁但係喺呢一個同時間咧，咁因為有80%現金喺度啦，咁有啲朋友咧都會使用咧保單融資嘅方法向銀行作出嘅抵押，令到我呢筆錢咧就係會有翻一個更加活力嘅出現。就由於譬如打比方講，我哋會有一個月派息嘅基金啦，大概都會有年度化7%左右度。咁為咗呢一筆錢咧，就作為一個少少嘅附加嘅一個效益嘅。咁接住而家，因為頭先提過啦，5月份 HIBOR 咧已經低至咧就係0.6%，咁所以咧影響咗你嗰個現金響銀行上面嚟講嘅一啲嘅收益嘅。咁所以如果你用住呢一個嘅操作咧，咁我哋會有個更加優秀嘅一個表現。咁另外咧就靈活嘅保單行政啦，一份保單可以完成好多個嘅功能。咁首創咗咧，我哋有個財富管家嘅安排，最多可以有咧3位嘅指定嘅收款人咧去作出一個財富分配。咁響你未分配之前咧，當然你就係一個最終嘅話事人啦，就係亦都係收錢嘅話都會係你，更改受益人嘅都係你。更改邊一位下任嘅保單持有人或者係被保人咧，都係你。咁你會見到咧，我哋有一個叫後備持有人嘅服務申請書啦，更換被保人嘅申請書，亦都有一個後備信託服務嘅申請書。咁其實呢啲嘅行政表格咧，其實都係為求咧可以方便就話，如果一旦我突然間失去咗一個行為能力嘅情況之下，都會有人幫我去管理我嘅保單啦，亦都可以咧響我逝之後咧。接續會有一個嘅新嘅被保人，令到呢張保單嘅紅利咧會得到一個嘅持續嘅價值。咁所以咧，其實喺呢一個嘅行政嘅管理上面嚟講咧，可以達至咧一個就係非信託嘅安排，但係有信託嘅效果。咁我哋都好希望啦，做到一個積德行善嘅一個一個思想啦，同埋咧亦都令到我哋嘅家族咧得到攞到呢一個豐盛嘅榮耀啦。因為響呢一個嘅行動嘅背後咧，其實我哋都好明白呢個種子戶口咧，其實有好多唔同嘅一個目標想完成嘅。咁我哋睇一睇數字啦。咁你會見到咧，我哋等繳咧，打比方講，我今日放咗300萬嘅錢入去，咁你會見到咧，我個戶口咧立馬已經有81%嘅錢咧存在住喺度。咁所以如果我哋係想同銀行做一個嘅交易嘅話咧，其實我哋就係 base on呢一個數目字同銀行做到個抵押。咁而同一時間咧，你會見到咧呢張保單咧，第4年嘅時候咧，個總戶口價值已經有300萬，第5年嘅時候咧，呢個保證嘅 cash value 咧都已經有翻300萬喺度噶啦。咁我哋先撇除咗咧，其實我哋喺期間啦，如果真係抵押咗俾銀行嘅情況之下，我哋所收到嘅基金回報，而同一時間咧，或者係其他收益回報啦，我哋只不過就會有一個基金嘅戶口咧，可以讓大家咧都考慮作為一個咁樣嘅額外嘅資金嘅回籠啦嚇。咁但係亦都可以睇到樣嘢咧，憑住呢一個計劃，單呢個計劃，我當我咩都唔做，其實咧到第5年嘅時候咧，其實佢嗰個非保證嘅退保嘅紅利咧，都已經有32萬，大概10% 左右度。咁而見到咧第15年嘅時候咧，其實已經達到咧總嘅戶口價值有600萬，等於已經翻咗1倍㗎啦。咁而我哋亦都會見到呢張保單咧，其實咧佢係會行使超過100歲。由於我哋嘅子孫咧有機會其實都超越100歲呢一個嘅
年壽命啊。咁所以呢張保單咧，我哋最高嘅保障嘅年期咧係去到138歲嘅。咁亦都當下一提啦，喺6月14號如果投保之前，即係6月14號之前投保嘅話咧，超過400萬港幣，即刻咧公司就會有個係98折嘅一個保費折扣嘅。接住落嚟，我哋都想提一下咧，就話保單管理嘅權啊。咁因為咧，其實好多時候咧，呢一啲傳統嘅法規方法咧，好多時候保單咧係都會比較係死固固啲嘅，身故咪賠償咯。咁如果冇嘅話咧，其實都有好多時候咧都處於一個比較係被動嘅狀態。咁我哋會見到啦，我哋有個叫絕對轉讓新權申請書，就係將嗰張保單咧就交俾一個新嘅保單持有人啦。另外一樣嘢咧，亦都可以咧以一間公司嘅名義去到持有呢張保單，令到呢張保單咧可以得到呢一個資產上嘅一個防火牆啦。第三咧，亦都會可以做到一個抵押品啦。第四，當然啦，我哋可以咧從保單入邊去到提取一啲嘅價值，甚至乎好似頭先咁講，我哋會將個保單咧就將佢作為一個抵押嘅。咁呢個都係可以處理嘅。咁我哋可以通過呢個愛關懷嘅選項啦，去到預設一啲指定嘅執行人。當原本嘅持有人因精神或者身體無行為能力嘅時候咧，指定嘅執行人咧就可以代表你去作出一次性嘅預設款項提取啦，或者有關鍵時間咧為你嘅下一代或者你嘅家人啦去提供一啲緊急嘅財務支援嘅。我哋再睇一下點樣可以攞到呢筆錢啊！因為戶口嗰邊廂咧，其實我本身擺咗300萬落去，當我乜嘢抵押都冇做過。到呢張保單第11個保單週年期，我哋建議由呢個保單度可以每一年都攞20萬出嚟，冇需要特別原因，我就係只需要想睇一啲嘅現金。咁呢20萬咧，其實就會喺我哋戶口度咧逐年咁扣減。咁你會見到咧係由嗰個保證現金價值度扣減出嚟嘅。咁但係就算即使係咁樣扣減情況之下咧，你會見到咧喺嗰個嘅現金總價值嘅退保價值上嚟講咧，依然由我哋嘅450萬啦，慢慢咁增長到570萬、600萬。咁呢筆錢咧，其實咧就係當我哋轉交俾下一位嘅保單持有人或者係被保人時候咧，就係同一時間帶落去嘅。所以咧，我哋都會睇到一樣嘢，就話除咗咧我哋可以做到嘅一啲嘅定額捐輸啦，又或者我哋嘅生活上面可能醫療保單嘅需要啦，或者甚至乎係獎勵我哋嘅下一代有傑出嘅成績嘅時候啦，我哋都會有啲 cash flow 可以流動到出嚟。咁所以咧，我哋都將佢視作為一個生生世世嘅永續愛心嘅。再提一次啦，紅獅培育專款專用，財富管家服務由值得信賴嘅人士去到管理，根據佢嘅角色同埋權限咧，可以妥善咁去應付唔同嘅情況，實現到財富存或者成嘅一個順利銜接，同時亦都可以享受一個穩定嘅增長，如同我上次表所敘述嘅，可以令到你咧可以明確咁樣指定最多3位收款人，譬如係家人啦，或者甚至慈善機構提供一個穩定嘅現金流，作出一啲特定嘅用途嘅。早啲作準備，守衛家業。你可以根據唔同人嘅受益人啦，各自嘅需求而設定唔同嘅身故賠償方法，一筆過嘅、分期俾嘅，或者甚至乎混合支付都可以，甚至選擇一啲咧係延遲支付，包括譬如話我指定要去35歲嘅時候先至可以承受我嘅一個身故賠償，咁令到咧我哋可以下一代咧都會有一個更加穩健嘅理財方法，渡過市場風風浪浪，守護人生嘅跌跌蕩蕩。看顧你嘅家人，因為有你，感謝你嘅時間，希望你可以會選擇我哋安誠作為你嘅一個理財管家。